这个新闻来看政治消息，全台的人口上济县市伫新北市，伫即马现任的这个市长侯友宜，这个做2届届满了后，国民党甲民进党开始咧布局啊。民进党本来拍算讲伫新北市东部主委这个选举真激战、真激烈这个情形，伫1天退选了后，差不多确定是由苏卡辉来做，嘛是目前市长这个上大的热门人选。来看这个国民党有真济可能，即包括现任副市长刘浩然，甲立委这得票数上悬，这个洪明凯拢有这个意思要争取，甚至听讲韩国瑜呢，可能现任的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来参战，因为伊有这个3个直辖市长、副市长这个经验，专业的形象嘛受到肯定，是讲面对各种这个风声，李树川讲因太太无赞成。阮太太坚决反对了。是太太建议卖选，或者是家己无想要选。全台湾人口上济新北市，哪赢优胜接棒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，真侪人肯伊去选。传出立法院长韩国瑜嘛鼓励伊去。以韩市长对我的照顾，我想他应该会支持我。我说韩院长从来没有跟我谈新北的事，那我也没有去跟他谈新北的事，从头到尾都不是我的选项。就算新北会韩国瑜无讲到新北的代志，不过嘛毋是完全无机会。来看即马哪赢可能人选。李树川有3个直辖市副市长的履历，有专业的形象，过去嘛捌甲侯友宜共事过。那即马新北市副市长刘浩然身为后届班体，早就甲参选入去未来选项，有可能遵照侯友宜的模式来接新北。另外，南洋国会党团书记长洪明凯，因为立委选举摕到全国上关票的民气，身为党内中生代，那参选嘛有机会来推动党内世代交替。其实年龄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没有心要帮我们全体的国人来做事。其实年轻人如果有好的人才，说实在让他年轻去那个。南洋要叫上去，答案也唔知。原本外界咧想，伫赢新北东部主委，侪人伫咧争。伫咧蒋国辉1天退选了后，民进党伫咧新北市，敢就已经确定好是苏卡辉来争取东部主委。应该就是由巧慧委员在来争取这个党部的主委。然后当然退选对于大家来讲，难免会觉得说，有点遗憾。民进党是推选吴国昌，2026新北市长大战，预计卖战甲真紧张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